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0月15，咱要做伙来看一段圣经，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2章26到31节。一个肢体受苦，其他的肢体就做伙受苦。一个肢体得到阳光，其他的肢体就做伙欢喜。你是基督的身躯，每个人是身躯的肢体。上帝伫教会所安置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还有行神业的，还有医病文书的，帮赞人的，管理事务的，讲逐款灵语的。逐个人兼拢是使徒，兼拢是先知，兼拢是教师，兼拢是行神业的，兼拢是有医病文书的，兼拢是讲灵语的，兼拢是解说灵语的。恁着切莫任务一个更较重要的文书。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所免的，就是每一个人有同款的文书，嘛每一个人的文书比什么人较高，什么人较好，但是每一个文书拢是要为着服侍上帝，来利益众人。所以，咱伫无同款的文书顶头，咱拢是平平，要来成做肢体，来彼此服侍。咱就热切羡慕迄个更较重要的文书，就是